他们要听香港金岛。香，你们还真敢讲！我跟他拿枪后了，好，这单结束吧，来，我们先拿下去，我们等一下结束再签。好，那赶快来，就请大家分享一下香港金有那无你也会孤单，棉被脚到那无你也会畏寒。好 ，OK， 好，20万，马上跟那个戏迷朋友们，我会寄请款单。寄请款单到公司。可是大侠是，他们还有另一个要求是唱完香港金桃要垃圾。啊！你们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好不好？垃圾这种事情当然是直播结束才垃，对，我有文心莫抬起笑，卖完啦。好，我们也常唱，就是看云面要用白色吞甲山，金秋天甲怀上面吧。我 Kiki 也小管啊。刚才有没有我们唱那一段？我跟文心每次出去吃饭有没有？还是到哪边，只要比如说哇，吃到这个东西好好吃哦，他马上跨湖边加上面谁吞冈山，他就会呈现这种状态，任何情况都会跑出这样子的情况来，你知道吗？不然就是会，我好想你呀，我好想你呀。对，好，那我们就知道说文心真的是重度的布袋戏。创作的灵感从哪里来？应该是也是问文心哥的。是创作应该是要找耗资。你说我们那个愚人的编曲师是没有啦，我觉得创作这方面我们目前都还在尝试啊，那也没有说太，可是我觉得在创作方面我比较想做就是也是跟布袋戏做结合合作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布袋戏的一些内容，它会比较可以天马行空。是。那台语的部分，如果台语你写正常的话，很难像国语这样，就是写的非常漂亮。对。那台语就可能会有些字眼听起来，就比如说老把塞，就老把塞，就好像有一个塞的感觉。对，就会比较好像不那么文雅，但是国语它就是就是比较流泪嘛。是。可是如果你把它唱成布袋戏的那种比较古诗古文的话，它是干雷流雷嘛，干雷嘛，就会比较好听。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它赋予台语的歌曲这个部分空间会比较大。是。对啊，所以其实我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真的吗？对，但是有时候没有，就是对布袋戏比较没有接触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说，奇怪，这条歌袂歹听，但是我拢听无伊在唱啥。对，可是有时候或许是因为你听不懂他在唱什么，然后你就觉得说，这首歌好像还蛮好听的。对。之后你再去了解那个词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么漂亮。对，就会有这样。就像看云边调用别色吞冈山。下一见我，没有，就类似这个 OK。然后问说那个文心哥有没有机会是来我们的跟大侠参与卡配我们的一个角色是不是？哎呦，配一个角色，哪一个角色？这很新哦，卡偶嘛是不是？啊？没有，我们就出一个，有没有？写一个角色。我们写一个角色，就是他唱歌就可以杀死人。天地不容心。看云边调用白色吞甲山，手提甲怀上面。然后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子，然后所有的人就会一直看他，你知道吗？